各位用拖声来甲阮鼓励一下。 有人赶我，我再来。好，我把东西放在也是无较山，人生行出口，向真水不可干，上好最是莫流无水，这里不免讲一段。 我想袂晓你哪会这欺我，欺骗着我，欺骗着我，笑头的这厉害，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较怎。 人生也像到向一水面看淡，上好最是莫流无水，这里不免讲一段，情难断，也你是。 相信的我，深情。
好听无？好听。这首歌吼，的原主唱人是什么人？江蕙，江蕙伫阮的乐团拢叫伊。啊，我三姐。我的陈思安嘛，那就是思安姐变三姐安尼吼。今仔日这个开演吼，甲我普隆虾拢无共款。普隆虾人阮开场拢有支持的。今仔日我家己安尼就甲出来唱，迄个感觉有成迄个演唱会的 feel， 你唔感觉吼？啊，首先咱这里嘛是谢谢，啊，听了有好听无？谢谢。啊，有看过阮伫咧中视的超级魔王大道的模仿比赛无？啊，今仔日听到我本人咧唱，有感觉讲哦，真正足好唱无？啊，就吹落，我声吹落。